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月18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天新闻台姓林的主播涉嫌用钱拐军人漏摄机密资料，检方依照国安法定罪，甲羁押禁见。欧洲有8个国家派兵进驻吉林兰，川普宣布要对因加扣10%的关税，消息出来了后，引发大规模示威。台铁台中站有一对翁仔某伫国台湾街，物件落去铁记录，因竟然阁跳落去扣，相当会当罚5万块。中天新闻台记者兼主播林成佑，互人指控提钱予现役的军人来交换因甲军事资料摕互中国。检方约谈了后，甲林成佑阁涉案的军人拢总6个人，依照国安法定罪羁押禁见。定伫社群平台分享工作日常，中天的记者兼主播林成佑顶日稍后检调约谈，防指控涉犯国安法等案件，经过桥头地检署复审了后，17已经予羁押禁见。他都有配合我们的薪收程序啊，那也正常带到他的那个收容区去啊，一切看起来目前都正常。检方怀疑林成佑涉嫌提供现役军人数千至数万块，但外对方将军事资料交付予中国人士。专案也有5名现退役军人涉犯国安法、甲贪污罪嫌，风声也禁见核准。本案是国安局依国安联防机制，统合国防部与调查局共同调查。循线查获相关人员涉国安法事证，采即收即办原则，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国防部回应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件无被评论。刘委会也表示，对专案暂时无评论林成佑所属的中天电视，是以文字说明对案情拢唔知影，无法度回应。风声中天去用敲锤，并不是事实。希望马德的事情不是让司法更进一步的这个破解。好，我们希望勿往勿重，尤其不要出现白色恐怖。是不是有些人呢，在当所谓的中间人，又或者说呢，他是借由这一个跟中国的接触、跟台湾地方的接触呢，去提供利益，这个呢就必须交由司法来判定。军人防指控连续强调，已经查出阳台有押5000支翕导航深圳影片，签航强承诺书，答应暂时无抵抗，甚至也有交付军事机密文件，过去也捌查获几啊件，拢是涉嫌罪台商前东港等人，甚至利用欧邦地下集装，将没有团体作为吸收军人的一个管道，对方透过民间人士来吸收，诱惑现退役官兵，也互相关单位侦办，增加难度。所谓的白手套的一个方式来去跟这个一些机敏人士进行接触，这一切都是希望他们会希望去做到一些断点的一个效果，让我们这一边在反情报跟侦查上面的话，或许会有增加一些麻烦。反正中共渗透国内已在受罚其中，提关现役军人行得罪刑责，相当判10年。那些民众鼓吹战争，也是公开散布危害国安等错假信息，相当也面临100万罚金，已经伫立法院审查。也毋过中共渗透放射800种，或者建议伫反情报甲情防能力上，台湾有强化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共东部战区曾表示讲，有2只美国的军舰驶过台湾海峡，这是前旧年传10岁了后，美国军舰头一届通过台海。咱国防部强调，台海是国际水域，各国拢有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军第7舰队社群平台强调，不克级飞弹驱逐舰芬运号伫日本欢喜号港装载鱼雷的画面，并且讲芬运号正伫前沿部署的状态。也来中共东部战区公开芬运号甲海洋测量船西尼斯号16出7通过台湾海峡，讲全程跟随监视。这是去年30岁了后，美国军舰头一摆经过台海，也是川普第2任期内底第4摆。同时，《纽约时报》依据海上船只定位资料分析报道指出，中国近期2摆伫东海海峡大规模来自一上轻只渔船，范围有200海里，造成部分海轮必须避开西队包围过。专家研判，相关行动是演练海上民兵快速来集合来控制海峡。主要任务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协助海上的这个侦查，乃至于这种船团的方式进行封堵。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就是防止中共用这种非正规的手段来遂行他两栖登陆的资源。中共继续武力恐吓，不过赖总统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进前伫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第8摆暂办立案。不过伫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访问美国了后，讲要家己提出版本，国民党有压力也会规划来提案。
中国国民党党团都不排斥任何的选项，我相信我们中华民国没有人会愿意不要加强自己的国防。每个党团所提出来的版本，怎么样去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争取社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立法委员不是国防部长，立法委员不是空军、陆军、海军，他们不知道这些需求到底在哪里。对着知影动作，民进党立委批评是头壳大心，呼吁各方条例进入委员会讨论，这是优先的事项。也立法院各方委员会19会以机密会议的形式，邀请国防部长顾立荣来说明军事顾问详细项目，是不是希望解决这个极其客调的局面，真受到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反对台美签关税协议，咱外交部强调讲，中国无权插手。也今年 APEC 伫中国举办，时间就拄好伫咱地方大选进前。有学者就警告讲，中国有可能会趁这个机会，甲咱台湾食豆腐，甚至是想要影响咱的选举。台美关税谈判达成协议，除了达成15%关税无贴甲起去，也伫232条款关税处理最优惠台步。中国外交部表示讲，伊关坚决反对建交国家台湾相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也具官方性质的协议。不过，咱外交部反击，中国无权出税管着他国的主权的行为，相关的言论凸显这个霸权的心态。中国无权智慧，也无权干预他国的主权行为。中方的言论凸显其霸权心态，更是企图片面改变国际秩序的麻烦制造者。我们有权利和任何国家做经贸协议，中共无权干涉。台美关系确定引发中方的不满，加上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由中国主办，预计在28日深圳来举行。学者分析，虽然中方必书面向 APEC 会员保证，会确保所有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不过北京进前也曝光台湾敢若用伫一定的前提之下参加深圳 APEC， 有关爱思维可能对台湾会有些小动作。主持人会不会说去故意把我们中华台北的名称讲成中国台北？那当然中国官方媒体，我相信他也一定会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来形容我们台湾的代表。那这个本身当然都是给我们台湾挂一个小动作。学者认为，今年 APEC 拄好伫台湾地方大选进前，爱小心来防范北京就有政治的操作，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外交部是强调，严正要求中国先尽主办经济体的责任，确实遵守 APEC 规则、惯例甲实践，尊重两国平等参与 APEC 基本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关税谈判有讲到，咱的政府爱提供到美国投资的企业2500亿美金的信用保证。因若这条钱要为倒位来是也搁咧讨论。不过时到可能会由政府的预算、国发基金、搁有公股银行做伙出钱。台美关税谈判内容经伫总算定案，政府未来会提供去美国投资的企业2500亿美金，相当大约代表8条的信用保证额度。也毋过台湾为倒未来传出未动用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系，建议为国发会主导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承担。也毋过是要扩大这卖机制，也是另外设新制，行政院目前还未定案。你干脆就另外第一个法都是搞成专法。或者是对海外投资循新设机制，也许会更为便利，也更能够精准对焦对美投资的这些需求。根据了解，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是伫1809年成立，融资保证总额度是900多亿，目前已经动资大约500多亿。申请的产业多数是联华风电业者，加上下游的供应链。为着要牵动原有的权利义务甲专款配置，造成制度的复杂化，有可能会另外成立专职，针对美投资的信用保证架构。到时阵可能由政府预算、国发基金加公股银行来共同出钱。如果大规模的投资失利的话，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台湾的金融体系就会受到动摇？那这些风险的管控，也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好好去做处理啦。如果失利的话，这个亏损当然都是公股银行嘛，或者是这个2500亿政府出资中间这个来赔吧，赔钱还是小事，而这个产业本身的生存才是真正的关键。学者关注，除了企业去美国投资面对投资风险，万一最后去美国投资企业意愿不还，颠倒会予美国积极两国谈判生意。政府除了找申报额度财源，甚至配套也爱同齐考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铁台中站昨暗有一对翁仔某伫咧月台冤家 QQ66，结果因的物件落去铁机路，两个人竟然阁跳落去桥。加在苏当时是无列车进站，若无是真危险。警方甲因两个人约起来，嘛依法甲开罚，相当会当罚5万块。有人吵架，有人跳下去了，什么意思？月台有民众伫冤家刷来跳落月台，行伫铁机路，客停拢互其他旅客翕落来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台铁台中站17暗时9点45分左右，跳落月台所在是第一月台第3车坐车所在附近，加在当时无列车入站，因为其他民众感觉讲，即款的行为真危险，是真不可取。到轨道下面会不太知道说车子什么时候来，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乘客的安全这样子。对，我觉得很危险。应该请求他们站务人员吧，请他们去检查，或者是处理什么的啊，不可能自己下去吧。台铁站务员随到现场来阻止，并且通报予铁路警察。经过调查，是姓严的查甫人啉烧酒醉，甲伊的家后姓陈的查甫人冤家。烧有时牌啊加手机啊无细腻落去铁机路，结果两个人拢跳落去桥，已经明显违法。因延揽酒醉罹难，为预防其生命身体之危险，予以实施管束。另前案两人分别依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0条第1项规定，函请交通部裁处。警方到现场，将两个人揪起来。姓严的查甫人因为已经醉到根本唔知人，警察为了避免危险，实施管束。这对翁仔某违反铁路法第57条甲70条，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路线这规定，要修法公文，请交通部裁处，会面临1万到5万块罚款。警方呼吁，若有物件落去铁机路，应甲代替人员，也是警方讲，请因到现场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大学学测第2天，要考国文甲英文，这2科一直拢是上侪人考的。也今年12万1000位考生，嘛有超过99%的人拢有考这2科。铃响响起，考生连续入场，115学年度学测18进入第2日。考生考的是英文各种各写，为伫台北市考区的台塑大考场，未少人提早到场做准备。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心态保持比较重要。就是会怕自己失常，就是考不好。保持那个稳定的心态。考生难免紧张，因为国文、英文历年来拢是选考人数上侪科目。其中英文科选考人数达到12万959人，99.53%；国文科有12万902人选考，达到99.48%。真侪家长甲学校也去考场加油。复兴十中，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觉得这样子，透过这样的鼓励，其实孩子们他们可以更有信心。也毋过连续2日测验，前一日的数学 A， 遮方程式中间偏难，加难题偏济，需要理解的数学观念较济。真侪选题对学生来讲负担上大，是最近几年上难，也有学生表示心情受影响。对，昨天思维爆开了，反正就是每科都尽全力考了。最近软体就一堆都在讲数学哦，很难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如果明天还要考的话，今天晚上就不要碰手机。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它，就是相信自己就好。学测第2日第1节的语文科，大考中心统计实际教考人数在18162回，欠考率2.31%，比去年低。高中教师团综合评论试题表示，题型注重长篇阅读，加篇章概念、试题出材，有自然科技领域加人文社会等主题多元，兼具生活化加知识性文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伫网络报名考机车驾照，若是2个月内3届拢无来考，就会互停权2个月。未来新的制度就会用累积的方式，也就是讲，你报名了后煞无来考，第1届会停权15天，第2届30天，照安尼去算。希望民众伫咧报名之前，拢会当评估家己的时间。轨路上有真侪机车，也若是要驶上路，一定爱先考出驾照。不过，根据公路局统计，去年机车考照有约无来考的比率达到24.58%，超过7万人无依照约束来考。现行网络有约的制度，2个月内若是3摆无来考，会停权2个月。未来会改采取累进的停权制度，头一摆暂停15天，第2摆30天，也若第3摆是60天。希望引导民众更加小心来有约。应该是有帮助，然后可以让至少你有报名就应该要出席啦。应该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罚则，所以就是
会让他们觉得报名就不出席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跟人家约的时候时间要固定嘛，然后这样的话大家不会迟到，不会怎样，比较好去安排下一个行程啊。明明是有约满满，也毋过现场却是无啥人来考。去年考照有约人数袂少，不过实际来考的却是差真多。公路局因此搁再来调查这数据，认为伫制度上要调整的所在。114年预约考机车驾照的人数有28万9千多人，而没有来报到的人数有7万1000人。因此，我们来精进了预约考驾照的这个制度。整个预约新制的一个规划，我们预计会在115年的1月20号上路。除了宣布累进暂停预约机制，要伫1月20实施。公路局又补充说明，新制在预约天数会由23天延长到27天，增加民众预约时间。另外，对1月30开始，机车驾驶笔试也全面取消收费题，改做50题选择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川普想要买吉林兰，不过伊认为丹麦、英国等8个欧洲国家因派兵进驻，是互局势愈危险，所以宣布为2月初1开始，就要对这8个国家加扣10%的关税，一直到6月初1是要搁提悬到25%，一直到全面收购吉林兰为止。美国总统川普透过家己的经济社群宣布，2月初1起，会对来自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甲英国等8国支持吉林兰国家的商品加扣10%的进口关税，佮会伫6月初1起提悬到25%，一直到美国甲吉林兰岛达成购买协议为止。丹麦甲吉林兰领袖参民众拢坚持反对卖吉林兰。17伫吉林兰首都诺克甲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等所在举行大规模示威抗争，支持人民主权，大声喊唔通吸吉林兰。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mericans. 川普几日摆表示，吉林兰的战略位置甲丰富的矿产资源对美国安全真重要。在中国甲罗西亚的威胁之下，美国无排除动用武力也爱处理，无接受实际有吉林兰以外任何选项。即摆红点名的欧洲8国，定义应丹麦请求，派遣军事人员去吉林兰进行演习甲评估，等到互川普批评是危险的游戏，实施关税措施，也引起这8国甲欧盟领袖同齐倒弹。英国首相斯卡尔讲，对盟友扣关税来维护北约盟国的集体安全是完全错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讲，关税威胁是袂当接受的。欧洲国家会团结回应，确保欧洲主权得到维护。这个智库分析，川普对个别国家实施关税威胁，是为着要施加上大压力，分裂原本伫吉林兰危机中立场同款的欧洲各国。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个别关税打击拢会互看作是对欧盟单一市场的攻击，佫会伫18下昼召开大赛级紧急会议讨论报复清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镜头转来到咱国内，高雄的古岭公园最近常常有民众讲，伫咧公园内底看到青皮杜丁，而且体型阁不哩啊大，烦恼会去破坏当地生态，嘛会惊到囡仔甲时大。农业局表示讲，昨接到通报了后，就已经有派人到现场处理。青杜丁停伫树顶，真大只，有点仔恐怖。高雄古岭公园去年国庆日才拄开幕，每一摆若是周末假日，有民众来遮散步也是运动。也毋过最近有民众连续伫公园发现青杜丁，烦恼青杜丁已经伫遮做收了。绿鬣蜥都很多啊，很泛滥。现在不是都已经扩展到台南啊，甚至往北移动了吗？甚至不是说它离岛都游泳过去了。我觉得它就是破坏生态，因为它毕竟没有天敌啊。做一些控制，就是说不要让它说继续繁殖。对你繁殖太严重的话，它移植到很大只。很大只有时候会让一般民众会有惊吓的感觉。拄仔伫树顶，也有人伫草坡仔看到青杜丁长去的长尾溜。青杜丁这种碳生真强，外来种，民众认为讲高雄市府应该派人来抓，也进行管制做法，以免破坏生态。也是惊到来遮活动的囡仔，也是老大人。农业局于昨日下午接获国岭公园园方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并捕获2只绿鬣蜥。青杜丁出现伫丁清湖边、丁清湖甲古岭公园，今仔过一条路，这2个所在拢有真侪人看到青杜丁。高雄市府和民众若发现青杜丁，影响这场所管理单位来通报，农业局会随派人去抓。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去年全台湾迁徙人口是超过212万人，这是3年来上济。22个县市当中，敢若9个县市的人口增加，其中桃园市就排第一，迁入去的人口有19000人。汤市境内四季拢是大楼，也有新大楼起袂停。内政部统计显示，去年2025年全台迁徙人口达到2123426人，比2024年增加74607人，年增率3.6%，人口流动规模创我3年新高。其中台北市人口继续外流到新北市，新北市人口搁进一步外流到桃园市，显示北北桃生活圈一直向外扩大。所以你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房租可能比台北便宜吧，然后现在又有机场捷运很方便，应该是这样，所以来桃园的人就变多了。怎么说房价？房价应该跟新北还是有一段落差吧，所以比较，然后又有一些重大的交通建设，所以就会引起一些人入住吧。根据内政部统计，全台22县市中，只有9个县市正迁入呈现正成长。其中，桃园市正迁入19394人第一，其次台中市15839人，新北市12306人。民政局感觉，完善的社会福利、就业机会、甲便利交通，拢是迁入的主要原因。我们相信呢，完善的社会福利、友善的育儿政策跟长照的政策，加上就业机会以及便利的交通，是吸引外县市的民众来选择我们桃园作为它的落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台北的房价呢高居不下哦，如果要在台北购物的话呢，平均单价要70万以上哦。那如果到新北的话呢，有机会40万左右。那当然呢，再往外围桃园呢，3字头渴望成家。房仲业者也分析，台北市除了高房价影响少年族群，也有外县市结婚机龄渐渐完善，甲 T-Pass 通勤月票等政策扩大大台北生活圈，而且桃园的产业区域发展拢大大提升，拓北以及桃园的人愈来愈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家己研发的卫星福卫8号，伫咧去年底是成功发射到太空。嘉义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就针对卫星来做主题，举办展览、规划游戏，互囡仔会当透过 VR 甲 AR 的设备来亲身体验认捌卫星的功能甲科技。也是囡仔挂 VR 的目镜，用卫星福卫2号甲福卫5号的影像资料做教材。互囡仔会当伫模拟动画甲真实的地球影像当中，用浸水器的体验来认捌卫星的功能甲科技。带囡仔来遮佚佗吼，就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然后学一寡甲天文啊、科技啊有相关的一寡知识，非常的有趣哈。而且小朋友透过游戏来遮佚佗，生啊真趣味。除了卫星科技的体验，展览嘛是介卫星运用的相关科学技术。嘉义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伫福卫卫星8号成功发射升空了后，做伙举办卫星主题展览甲弄馆活动，希望借这个机会传播相关知识，嘛分享台湾卫星科技的发展。我们除了知道台湾太空目前的最新的状况之外呢，我们也把最新的科技跟太空的连结让孩子们知道，希望孩子可以从这个特展里面呢学到更多，然后更多的想象，然后可以参与到未来太空的研发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铁粉，为什么？因为那个吸起来像刺猬。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福卫8号发射成功对台湾有重大意义，唔但象征太空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嘛会当透过真清楚的影像守护国土安全，甲提升防灾救灾的能力。希望透过展览甲活动的举办，互民众来理解卫星安怎为太空来观测地球、守护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先来看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过来是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为20度到28度。东部地区的部分为20度到25度。
外岛地区15度到22度。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